如果你唔依靠神，你唔能夠成事。而神係個靈，所以喺約瑟嘅生命裏邊，如果你話要見到佢嘅成果，果子係乜嘢呢？我哋睇加拉太書第5章22到23節，有神嘅靈喺心裏邊，佢嘅果子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。你諗約瑟忍唔忍到啊？無論高低，聖經冇特別記載當時嘅心境如何，但係佢照樣做翻佢應該做嘅嘢，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弟兄姊妹，佢話呢啲事係冇律法禁止嘅，呢啲事唔係我哋勉強做嘅，乃係聖靈喺我哋心中，喺一個有神嘅靈嘅人成長過程裏邊，佢自然結出個果子，唔係人性結出個果子。人性嘅愛，雅各好愛約瑟㗎，係咪？但係嗰種愛真係害咗佢咁滯。